爱情亲像一阵风，来无影去无踪。予我车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。害我将油问来找真风。也是对袂着伊的行动，是我戆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。伊是风，是城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文良啊，你即摆咧比啥？好啦，是个比讲，有人将阿丽掠走，是苦啦将伊安起来。奇怪，是安怎最近阮厝里发生遮尔侪莫名其妙的代志？这人到底是啥物代志？文良啊，你斟酌想较清楚咧。以我的感觉吼，这一定是你熟悉的人做的。我熟悉啦。奇怪呢，我对兔洞的房间迄个衫椟，迄个味道一直甲吹，找咧到地下室，拄咱无看呢。阿呆啊，我嘛是呢。我为地下室个味道安尼直直吹衫椟出来，我嘛无看的。是啊，安那遮奇怪。哎呦，哪有啥物通好奇怪啦？当即我都已经知影讲有人咧变鬼吼，大家较小心咧就好啊嘛。哦。等下无代志啊，拢无代志啊，大家较早困咧。像啦，哇，这是像。来啦。哦，阿呆哦，兔洞，你来我的房间要创啥啦？无啦，兔洞，我想要来甲你困啦。要甲我做伙困？系啦。你毋是毋惊鬼？我本来是唔惊鬼啦，就自从咱开大掠了后，我相信有鬼啊。拜托啦吼，我来遮甲你做伴吼，拜托。好啦，看你顶间嘛，我甲你困来分享哦，做伙困哦。多谢，安尼我家己了解啦。呆，兔洞，你安尼咧创啥？我困眠床骹。免啦，做伙困眠床啦。兔洞，你做人实在是足好的。人讲哦，路遥知马力，事久见人心，患难中见真情。好啊啦，困啦，讲较多。多谢。这你讲。多谢。一定是苦啦！大家若发生代志，伊拢失踪，我咧想来想去吼，苦啦遐严重重。嘿，我嘛有这意思呢。有咱利用这个时阵哦，来暗中来甲调查看卖。安尼得吧？行。安怎啦？无妥当呢。安尼讲？咱怎去调查？万一搁去拄到鬼，咱就走路咯。啊无，莫调查，过去。
我得到的啦！你一个啥尔？走，安尼当是要弄啦？等下，你位别倒落去，我地下先放叉。好，有看无？拢无诶。奇怪，安尼就双头包，哪会无看到人？伊个真正是鬼！鬼啦！你爸安尼啦？一日三要烧烧，你甲听讲嘛？香水味的。香水啊！鬼袂拍香水啊！有啊，是人，若是人就袂晓变，一定在内底。继续甲吹。好。我做阵，我嘛唔是故意的。我你爸我要做啊？我是咧甲你讲哦，咱拢找无啊，找无，紧来甲大金婆讲，看大金婆要安怎处理啊。走，行，进来，进来。这个所在一定有密道。这是有密道。
原来地道就是套后花园这个古井，无怪大家出去这会这么方便，搁这么神秘。好，我就来一个大金盘掠鬼。你哪是讲？你敢再来倒去？你若唔老实讲哦，我就对你无客气哦。讲啊！你有够面，你唔讲，啊你！兔兔，你听我讲啦，下狗你要叫伊讲，你叫用比会较紧啦。安怎无去啊？你都袂晓讲话啊？我看哦，应该无可能是克拉啦。什么无可能？一定是伊的啦！家拄哦，大家人失踪，爱就放无去。讲啦，将赛交出来了。代志还无交代清楚正常，你先莫遐尼冲动。我敢保证，这件代志绝对毋是靠人做。你凭啥保证？你慢慢骗骗阮啦！你慢慢后走去，后坐一个失踪。哦，我看有在失踪，甲你嘛有关系。大啊，哟，你这要行我这边，要行迄边？我当然徛你正义感迄边。安尼倒动？无倒动诶。对啊，伊的意思，正义是倒一边。当然你这边啊。哦，安尼倒动？爸，大金哥啊！大金哥啊，你是走去地啦？我4个去找你，找拢无，还毋就是你嘛失踪啊？知，你后摆要出门，麻我报备一下，麻我4个找无你啊。我甲你报备哦，哪来那无大无小呢？大金宝，你到底是走去倒位啦？无啦，我著看讲阴暗吼，这天气安尼凉凉，我著出去行行的，你咧，都是安怎？恁大家是安怎找我找到安尼是啥物代志啊？知，阮要安尼讲，阮掠着鬼啊！哈，恁掠着鬼？无啦，大金哥，毋是掠着鬼啦，是掠着鬼的衫啦。呾，你遮啦，你看嘛。免看啦，恁是看到一个查某鬼对毋对？穿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嫁翁也陪？家仔吼，我反应真慢，若无代志就害啊，就一定会暴露。阿中嘞，讲啥物？逐要找档，连人影都袂走咧倒去。无彩我吼，为遐尔冒险，一点仔都无关心我。阿中，小平，你是走倒去？即摆要打你吗？无啦，既然讲生理啦。讲生理？啊？哟，是啥物时阵？你事业做遮大，我拢毋知影。我是想讲要恁欢喜，所以我毋知事先无甲你讲。安怎心肝的？敢讲你咧受气啊？我哪会讲无欢喜咧？哦，其实你所做一切，拢是为了咱的将来啊。你都嘛是为了咱两个咧计划，那我哪会无欢喜啦？干嘛呢？对啦，小明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参详，关于要做生意的这个资金的问题。你毋是在为我拖啊摕钱去？等下你摕偌济钱啊？要做这个大事业，最少嘛要3、4千万才有够，对无？心肝的。好啦好啦，我再甲你斗3工啊。好，
但是你若要斗三工，爱较紧的哦，因为这个生意若是叫别人抢去，安尼我甲你退互人的这个定金，安就叫白白了了，知影无？你放心，我吼一定甲你斗三工，甲你帮忙。好，也毋过，我知影，你一定吼唔相信我。心肝，当你是咧讲啥物啊？你是我心肝宝贝对无？啊，我唔相信你，也不我是要相信什么人，吼？对啦，我咧想讲吼，咱的计划可能就爱改变咯。啊？爱改变？敢讲这个文良已经知讲，咱是要夺伊财产？迄物哪有可能啊？迄个文良啊，一口推，伊要哪会知影？就是迄个大进步啊，确实吼是一个真歹溜达的人物。这是安怎讲的？本来啦，我是打算讲吼，要将迄个狐狸仔给掠走。安尼啊，文良就会对我非常的好，甲我结婚。啊，那呢就用得到伊的财产。谁知影？迄死苦啦，临时临夜吼为地道安尼走出来呢，害我吼煞拢爱放弃。结果差一点嘛吼，就去啊大金婆发现。哪来这个大金婆，就知影这个地道的秘密？敢若知影？好，你将这30万先甲摕出来，然后我就来想一个办法。阿舅，我看吼，我就来搁去文良因厝的一撮摆。无毋对，我嘛是来想。假使讲这个摆卡伊若真是，大进步啊，老早。高早，阿仔啊，啊，啊，兔同学搁咧困了。困到谁啊？低哩啊！我也叫，我也叫。免啦。哈。啊，昨暗大家母甲安尼吼，足忝的，加互伊困一时也好啦。啊，大进步啊。嗯。啊，你搁遐有伎俩哦。啊，无爱加休困一时啊，讲透早爬起来咧画图啦。你是咧画啥啦？为啥？你家己煞袂晓看呀？啊，我知，你是咧画符啊吼，去辟邪，对唔对？辟邪？啊，等下家鬼都知影，就搁辟邪。哼，你摇袂着啦。假影棋，我摇袂着。来，借我看。啊，我看有啊。那你是真正看有啊假？嘿啊，这哦叫做自由化。啊是啥物叫做自由化？啊，自由化都你想到倒位，啊画到倒位，这样叫做自由化。哈，你是想讲我凊彩画画啊？根本你都看唔捌。我看唔捌。那大姐婆，那看唔捌哦，我讲互你听。好啊。来，这张就是树啊，对无？对吼。啊，圆这个就是日头。对吼。这个四四角角这就是厝啊，对。啊，这条弯弯的这条，嘿嘿，这就是溪啊，啊，这根本哦，就是咧画砖骹嘛。啊，老姐嘛，你是毋是咧上山顶，想要回山修行，对无？哎呦，阿呆啊，你实有够巧呢！哎呦，阮套动的对我20多年啊吼，都是还佫推啦。啊，若有像你安尼遐尼巧，有你的一半就好啊，我唔知要干。大姐嘛，啊若安尼，你若我收我做徒弟。咱莫讲这，我要来看你啊！大姐嘛，人讲哦，老人囡仔食老囡仔性。阿仔，阿文良咧？出面，文良还咧困呢。啊无，你来等，我来甲叫吼。多谢你哈。大金宝啊，你好哈。
你嘛好，你转来啊你？转来就好，转来就好。啊，去甲文良啊讲啊，莫阁冤啊啦，吼。我知影啦。安尼真好真好。真情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家翁也陪。你免惊啦，我对你并无恶意啊。真歹势啦，迄一天吼，我有比较较冲动淡薄啊。而且佫出手甲你拍，我甲你会死嘞。你莫客气啦，其实迄天也无发生啥物代志啊。这，其实吼，我嘛是想讲较早离开咧。不过，无喏，你来好好休困，你袂使走啦。不过你甲君雄，你放心，阮袂有代志啊。甲我甲文阳要结婚，嘛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啊。我嘛希望讲吼，阮结婚了后，莫你逐天一直冤家啊。你做你大来，唔免烦恼，哈。秋萍，文阳，秋萍，文阳，迄天我，啥物拢免讲啊。我今日来找你是有代志的哦。有代志要找我。大进步剧情愈来愈精彩，应观众朋友再三要求，大进步串江湖续集正在筹备中，特别向全省各地乡亲征求地方故事，凡是有忠孝节义、乡土奇谈以及地号名由来，请你赶紧来批甲阮通知，来批车价台北市敦化南路834巷6号3楼，众艺制作公司收就可以。阮有准备精美的纪念品要来赠送予你，敬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大进步串江湖。害我将油问来吹真风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戆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，伊是风是城是爱流浪。